Hello，又係我無名小卒啦。今日又係講一個我已經想講好耐嘅主題，究竟邊個係殺 Charlie Kirk 嘅兇手？可能對好多香港人嚟講，Charlie Kirk 呢個名好唔熟悉。不過我已經聽過佢個大名好幾年噶啦。佢成日走到去大學學園，揾一啲大學學生或者教授去同佢辯論。喺嗰度佢會經常帶出右派思想嘅論點，通常都會令到佢啲對手口啞啞噶。當呢個世界周圍都係左派思想，荷里活、新聞媒體、大中小學，甚至係幼稚園都已經開始教緊你社會主義。右派思想有得發聲嘅根本就係極之少，好難得 Charlie Kirk 可以企出嚟去講述右派思想嘅論據。好多人都會覺得右派思想係老土、死板同守舊。不過 Charlie Kirk 嘅主要對象係大學生，甚至係年青人。Donald Trump 今次贏到選舉，好大嘅原因係因為 Charlie Kirk 幫手。因為今次美國選舉，年青人投共和黨增加咗好多。咁究竟 Charlie Kirk 係邊個呢？Charlie Kirk 31歲，1993年喺美國伊利諾州出世。佢喺美國保守派入邊係極之影響力嘅人物。佢係 Turning Point USA 嘅創辦人。呢個組織專門喺美國校園推廣保守理念，吸引咗唔少年輕人嘅支持。佢亦都係 Charlie Kirk Show 嘅主持人。呢個節目喺 broadcast 同埋廣播節目都好受歡迎。佢喺節目入邊直言不諱，唔怕講真話，經常評論政治、文化同信仰問題。Charlie 係一位虔誠嘅福音派基督徒。佢曾經講過：我相信聖經係有史以嚟最偉大嘅書。我努力實踐佢嘅教義。佢嘅信仰深深咁影響咗佢嘅言行。佢亦都係一位作家。我之前都有提過佢本書叫《大學騙局》The College Scam。書入邊批評美國嘅高等教育制度，同埋另一本書叫《讓美國再次偉大》The Mega Doctrine， 描述咗佢對美國未來嘅遠景。不過喺講解今日嘅主題之前，首先你要明白今日嘅政治系統。政治嘅運作其實好似社交俱樂部，同埋佢入邊嘅權力階級制度。喺最高層嗰度就有簽9位數字支票嘅億萬富翁，佢哋就係課金俾公務員嘅高層，又或者叫做政客，作為回報喺對億萬富豪階層最重要嘅議題上面，對佢哋表現出不變嘅忠誠。有一樣嘢要搞清楚嘅就係，可能你會見到奧巴馬總統，然後你就會覺得佢係社會金字塔嘅頂端高層，呢個係大錯特錯。當有呢啲同億萬富豪以及前任總統、潛在未來總統，甚至現任總統嘅私人晚宴會面嗰陣，佢哋其實只係處於芝麻綠豆嘅最低層。如果用中學入邊嘅社會階級嚟做比較，就好似喺一間學校入面，嗰啲億萬富豪就等同於整個學區嘅總監，即係學區嘅最高管理層。而奧巴馬總統就好似學生會會長咁。佢其實對間學校完全冇任何實際權力，一切都係只係表面功夫。每一次你去投票，其實都係投緊一個由某位億萬富豪幫你揀好嘅人，佢哋自己就唔參選，因為佢哋忙緊去點樣去破壞呢個世界。老實講，正如我所講，喺呢啲社交圈同晚宴場合入邊，做政客其實被視為一份地位好低嘅工作。呢啲政客一係就被收買，一係就被勒索，從頭到尾都冇自己嘅主見。所以總括嚟講，凡係做得呢啲副總統或者總統呢啲階層嘅人，其實都只不過係億萬富豪嘅狗。咁究竟關 Charlie Kirk 咩事呢？ Charlie Kirk 就係俾呢個富豪圈子被選中咗。佢原本就係為咗嚟培養成為將來嘅總統候選人。Charlie Kirk 好細個已經被人留意到佢嘅口才同埋記性。佢中學畢業冇耐就出咗嚟幫有錢佬去打工，而成立呢個 Turning Point USA 機構，佢哋嘅資金來源當然係嚟自呢啲億萬富翁噶咯。所以咁就帶到我哋嚟到 Charlie 同 Erica 嘅基本背景。喺2018年，一位前任選美冠軍亞利桑那小姐 Erica Francfrey 唔覺意走咗入去鳳凰城新成立嘅 Turning Point USA 辦公室，佢喺嗰度好快就遇到 Charlie Kirk。Charlie 之後就飛佢去紐約市喺一間叫 Bill's Burger 嘅餐廳做面試。喺面試期間 Charlie 就話：我唔會請你返工㗎喇，唔使做面試，因為我諗住同你拍拖。雖然咁樣睇落係好唔專業，但係事情就係咁樣發生。Erica 即刻應承同佢拍拖。啲億萬富翁喺資金上已經控制住 Charlie， 佢哋要喺情感上都控制埋佢。佢哋要鋪路令 Charlie 成為未來嘅美國總統候選人。呢件事已經唔係咩秘密嚟㗎，亦都唔係暗示，而係喺好幾次對話入邊明確講咗出嚟啦。人人都知 Charlie Kirk 有一日會參選總統，成日都有人講笑話 Eric Kirk 遲咗一日會成為第一夫人。所以呢個就係佢嘅人生目標，亦係佢成個嘅計劃。
喺2021年，佢同 Charlie 結婚唯一嘅原因就係呢個，佢唔係嫁俾 Charlie 本人，而係嫁俾總統路線同權力嘅接近。呢個就係佢一直想要嘅嘢。Erica 從來都唔係一個全職嘅家庭主婦，佢係一個操盤人，佢負責招待捐款晚宴，去拉攏啲億萬富翁，收支票，仲負責搞晒所有活動，呢啲都係有記錄噶。Charlie 只係一個門面，一個傻仔，一個被操控嘅傀儡。佢去大學令到啲學生尷尬，剪片放上社交平台，用嚟係為咗佢嘅政治活動集資，假裝係慈善組織，成件事一直都係咁樣。至於 Erica 就係保持同培養同億萬富翁圈子關係嘅人，佢哋之間嘅協議非常簡單，只要你聽話去做，拉攏啲年青浪潮殺入白宮，然後做美國總統同第一夫人。不過事情就冇完全照計劃咁發展，因為喺某個時候 Charlie 哥開始有少少反骨。到咗2024年 Charlie 開始喺一啲對億萬富翁最重要嘅議題上面轉態，尤其係同外交政策有關嘅問題。啲捐款人開始驚，覺得呢個傀儡喺唯一真正重要嘅議題上面背離咗佢哋，因為 Charlie 開始唔收佢哋嘅捐款。呢個其實直接影響咗最近發生嘅事件。Charlie 多次反對美國去攻打伊朗，甚至走到去白宮同特朗普咁講。對於班億萬富豪嚟講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阻礙，所以解決咗呢個阻礙先可以同伊朗開戰。於是佢哋嘗試用最後仲控制到嘅手段去影響佢，就係佢老婆。之後 Erica 每晚都開始不停煩住 Charlie， 令到佢哋嘅婚姻承受極大嘅壓力，繼續去支持戰爭啦，好好地做翻啲人叫你做嘅嘢啦。你正喺度破壞緊我哋一齊去建立緊嘅一切啊！甚至去到一個地步，據說有一位神父要被叫嚟，為咗佢哋瀕臨崩潰嘅婚姻祈禱。而我認為就係9月9號嗰晚爆發，亦即係 Charlie 被殺嘅前一晚。Erica 本人曾經喺全國電視節目上面承認，喺凌晨2點半嗰陣，佢叫 Charlie 喺阿女間房入邊自己瞓，等佢可以喺去猶他州之前休息得好啲。到咗朝早 Charlie 就喺洗手間攞咗佢結婚戒指同頸鏈，就係咁就去咗嗰場好大好重要嘅活動，連同老婆講聲再見都冇。據報道喺佢遇刺之前冇耐，佢曾經傳訊息俾一個朋友，佢話感覺好似一切都完咗。好多人都將呢一句理解為佢講緊自己嘅生命，但係我覺得好明顯佢係講緊佢自己嘅婚姻。我認為9月9號嗰晚發生咗爭執， Charlie 同 Erica 決定要離婚。而我依家認為最合理嘅解釋就係，大概喺 Charlie 傳訊息俾朋友話完咗嗰段時間，佢講緊自己婚姻完咗。Erica 亦都同時傳訊息俾捐款人，話一切都完咗。呢個唔單止係佢同 Charlie 嘅婚姻，亦都係指佢對 Charlie 會唔會再翻去支持佢哋政治立場嗰邊已經完全冇希望。因為 Charlie 甚至同其他人講，佢會離開以色列相關嘅陣營。由捐款人角度嚟睇，Charlie 同 Erica 之間迫在眉睫嘅離婚，唔單止可能代表 Turning Point USA 嘅終結，喺觀感嚟講，真係會成為極之災難性嘅收場。佢亦代表住佢哋手上最後可以控制呢個傀儡嘅線，即係 Erica 都冇埋。咁樣一嚟，佢哋就冇其他選擇，只可以做黑社會會做嘅嘢。當你收咗佢哋嘅錢之後唔聽話，佢哋就會同你埋單，跟住發生咩事大家都知咯。咁啱得咁巧，有一個22歲嘅 Tyler Robinson 喺 Charlie 嘅猶他谷大學演講嗰陣時，單人匹馬由142碼外開咗一槍就射中要害嘅地方，啱啱好喺最關鍵嘅時候搞掂咗 Charlie。等到 Turning Point USA 可以順利保住，再即刻立刻推 Erica Kirk 做新嘅 CEO， 時間就啱到不得了。啱啱好喺 Charlie 未有機會正式宣布離婚，或者話佢要退出呢條路線之前，喺政治暗殺史上面冇乜邊個嘅行為會好似 Erica Kirk 咁古怪。我哋覺得佢唔單止係唔自然，唔單止係假咁簡單，佢睇落仲有啲心虛。佢唔單止即刻接受咗一個槍手單獨犯案呢度完全講唔通嘅講法，喺仲未搞清楚槍手係咪真係真兇嗰陣，又或者係咪真係一個人自己做之前，就已經喺鏡頭面前公開原諒咗佢，之後仲反過嚟去責問大眾點解要追問真相，點解要質疑官方說法。佢冇去要求到答案，唔係因為佢唔想知，而係因為佢好似根本就知道邊個做同埋點解要做。之後我就想講下喺 Charlie Kirk 遇刺事件入邊有個好古怪嘅角色叫做 George Seed， 佢係一個71歲嘅怪人，佢唔係兇手，但佢嘅行為簡直係戰術性干擾嘅教科書典範。
事件當日喺 Charlie Kirk 被殺嘅一刻，槍聲一響，呢個 Sean 就走出嚟大喊：係我做噶，係我做噶！佢嗌嘅呢一刻即刻轉移咗大眾嘅注意力，好似係特登安排好咁樣。特勤局一聽到就全部衝去查佢，現場亂晒龍。之後佢仲承認咁樣做係為咗真正嘅疑犯逃走。更加出奇嘅就係警方檢查佢嘅電話嗰陣，發現一大堆兒童色情內容。呢個暗示咗先唔單止係一個怪人，仲極有可能係俾人拿捏咗把柄嘅棋子，俾人遙控去做干擾。先仲有30年嘅犯罪記錄，之前都做過類似炸彈威脅嘅戲劇性表演。呢啲唔似係巧合咁簡單，呢個老鬼似係一個專業嘅搞事專家，所以話 Charlie Kirk 事件入邊背後水好深。George Zinn 呢個自首王，你覺得係咪有人刻意放出嚟做煙幕彈呢？你可以喺留言話俾我聽。講完Zinn呢個搗亂王，我哋嚟睇下真正致命嘅證據。彈道同傷口完全唔夾，呢個係專業狙擊手留低嘅鐵證。第一個大問題就係彈頭唔夾。根據2026年初最新法庭文件，喺 Charlie Kirk 體內攞出嚟嘅彈頭碎片，佢嘅膛線特徵完全無法同現場附近發現嘅步槍聯繫埋一齊。FBI 依家仲話要額外做測試。據消息指出，現場留低嘅特徵顯示兇器可能係.30-06大威力步槍彈，係一支平時用嚟打獵嘅槍。如果真係用呢把槍射中嘅話呢，一槍就爆頭。但係我哋喺現場見到嘅傷口反而係極其乾淨，我哋見到精準嘅入口，呢個更加符合專業特種部隊使用嘅消音亞音速彈藥，又或者係特定高精準狙擊系統，而唔係22歲業餘者使用嘅普通步槍。講到呢單 Charlie Kirk 嘅案，最離譜嘅係以色列總統嘅反應速度快到得人驚。Charlie Kirk 一出事唔夠1個鐘頭，CNN 都仲未搞清楚發生咩事 ，Trump 都未出聲，以色列領導已經喺 X 度發 post，佢帶出咗 Charlie Kirk 嘅死訊，仲即刻讚揚 Charlie 係以色列之友。你話點解咁心急去洗白呢？ Charlie 啱啱喺私下對話講完，我要退出親以色列立場，話俾捐款人都聽到，轉過頭2日之後就中槍。以色列嗰邊嘅反應簡直係好似一早準備晒 template 咁樣，簡直係瓜田李下，此地無人300兩。喺最敏感嘅時刻做最敏感嘅回應，反而令成件事變得非常可疑。正常國家會唔會咁緊張啊？除非真係身有屎。講到 Charlie Kirk 案，彈道有疑點，先搞亂個局，以色列反應太快，但係最離譜嘅係官方點樣掩蓋真相，同埋打壓質疑聲音。第一就係 Kash Patel 神速結案，案發唔夠36小時 ，FBI 就話搞掂晒啦，仲大讚自己極度透明。你信唔信啊？正常兇殺案都要幾個月去查，不過呢度急住收工，分明係想快手蓋棺定論。第二 TPUSA 內部清洗 Erica Kirk 上台之後 Turning Point USA 變咗一言堂，炒咗一大班有機會係泄露資訊嘅人，或者對機構不滿嘅人。如果你唔信孤狼說法，即係單丁一條友殺死 Charlie Kirk， 就會被當作叛徒，或者話你喺 Charlie Kirk 傷口上面撒鹽，將內部有唔同聲音即刻清場。第三，抹黑質疑者。只要你問彈道點解唔夾，安保點解失靈，官方就會話你係陰謀論者，散播假消息。點解唔直接回答.30-06傷口特徵消失嘅問題呢？唔係心虛啊。第四，避重就輕，官方完全無視晒所有關鍵嘅問題，淨係想公眾接受一個已經寫好咗嘅劇本。真相係咪俾人永遠埋葬？你話呢？依家就係嚟到最關鍵嘅問題，邊個係真正嘅受益者呢？喺 Charlie Kirk 出事72小時之內，就有人買咗 Vance Kurt 2028網站，喺度倒數緊2028年嘅總統選舉。你話係咪一早計劃好2028年副總統票呢？如果係一啲都唔出奇。另外 Erica 直接坐咗 Charlie 原本嘅美國空軍學院委員會席位，呢個係外交政策核心位置。Charlie 因為外交政策同金主反面，結果 Erica 直接立咗嚟做。第三 Erica 成為咗 Turning Point USA 嘅 CEO， 保留翻晒億萬捐款，同時清走咗唔聽話嘅 Charlie， 一石二鳥，組織安全，個人上位，完美犯罪。Cui bono？ 答案好明顯啦。Erica Kirk 喪夫升職撈位3合1，你信唔信呢啲係巧合呢？定係完美計劃？依家嚟到最深層嘅真相 ，Erica Kirk 嘅全新開始。公眾覺得 Erica 嘅眼淚哀悼好假，
其實唔係演戲，其實係愧疚心虛，執行完美計劃之後裝可憐寡婦，難免會有啲唔自然。Charlie 原本打算宣布離婚同埋轉變政治立場，對幕後勢力嚟講呢個係大地震，呢個係為咗保護投資而作出嘅反應。最終疑問，呢單係一宗隨機暴力事件啦，定係由董事會下令嘅架構重組呢？真相只有一個，你心入邊有答案。5月預判即將來臨，希望大家點讚同訂閱，唔好俾真相埋沒，正義不死。